风吹，潇潇雨冷，梦中花落知多少，流水流水飞，荒唐言，心酸泪，风月事多情，满天雪飘零，雪飘零，银雪飘零。二舅母花去见过，是。拜
见孩举目，不想了，外甥女孩，快说了吧。可你身体单薄，食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是小肚病，总为吃饭日期，便切一道时尽了。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年轻人所谓乐子，你就叫他一声疯了子就是了啊！他就是你恋爱嫂子，再见二嫂子，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好的妹妹呀，幸亏我一双红颜自强，是这么美丽的身体也相照，哪想不老祖宗心结的外甥女分手天了红梅道，妹妹来受香受香，你是来到这里呀，心当作半日寄居在花丛，这家中谁是你家中要情人用把翠成龙，谁为求好生往昔呀多谢二嫂子受香受香，娘命姑娘带来的神，谢谢去吧。是妈妈姑娘随我来。哎呀，黛玉带来的这个小丫头，怕太稚嫩了，就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头接了黛玉，好是坏啊！见过林姑娘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。老子走，宝玉，他头起来。宝玉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快过来见过你妹妹。领儿呢？天上掉下林妹妹，直到天堂沉睡，到他府内插马三进门，恰月来我进去冰沙里，又是花草丛围，迎风好比风儿女，来少爷就唱谁起，声音小马不问谁的风音是话来打，心里恰是就是雨。哎，这个妹妹，我好像怎看见过嘞？哈哈哈哈！又要50了，你何曾见过嘞？谁没见过？却看着面说，心里好像神色一般。好啊，这样么一儿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哈哈哈！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有没有？我
我姨娘，你那块娘也是件喜好吃吧？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？神医高下不分，万事领不为你。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宝女儿，你生气要当妈真容易，何苦去塞你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神仙师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快带上！我不要，宝女儿，快带上！不要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不要，宝女儿，宝女儿，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宝女儿，当心你的石头，快带上！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佳人，去指望着这个命根子你。对呀，宝姑娘到，老太太，宝姐也来了，宝姑娘也来了，那去跟也到了。好啊，快迎接宝丫头去。对哟，宝女儿。哈哈哈哈！一故事，阆苑仙堂。一故事，美玉无恙。杀生门祈愿，今生天偏遇见他。杀生与祈愿，情开茫茫，不鸳巧言，上纲无常，乃是李生生之大权，为人臣子，不可以不知。是故众人曾于小子之门也。沈家在胡闹，你还在笑呢？唉。每十里送往迎来八妹，
小会为东下啦，多谁啊言？这儿名叫罗的崔文章，他对我头昏目晕，谁可言？海姨，请问你这眉毛是谁替你画的？是我自己画的。画的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个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倒手要紧。你让我嘎嘎闷嘛。好，介绍你画吧。你成这个样子，来，脱下件衣服吧。咦，这条黄金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看见过？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进我的。朋友？是什么朋友？竟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又不知道这叫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身份了。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我家好爷又不知做了些什么蛮子人的事了，属于风风雨雨被上头知道，红萝卜又要拴在落子掌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晦气。你怕什么？我管的都是正经事，又没有去违非，做对了。哪里来的？一个唱戏的朋友送进我的。唱戏的朋友？哎呀，二爷，原来你竟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你戏子家的朋友，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你宝兄弟啊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姐姐，请坐啊。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讲得这样热闹，这谈讲戏什么样啊？宝姑娘，你看他竟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阿姨，阿姨，什么事啊？老爷说明日一早有贵客前来拜访，叫你去陪客你。又是备课。这是老爷说的吗？宝姐姐，你替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世上是你的人才出众，人家都仰慕你，谁都想看看你。我不非是个十中有人的俗人罢了，配人家仰慕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贵妃娘娘的弟弟，怎么不叫人仰慕你？我真不愿意这些落度门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世上哪有不愿意做官人来往？到
老娘与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里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看来行，才不想高朋能一门。如今你常为十四里，也该去为做官臣，谈江县仕途经济好呀文，要为些此事做成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馆头去上进，怎能够不务正业破功名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玩国牌，怎么与生意？你去玩国牌去吗？我难道是准配成玩国牌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沈家劝他上进啊，他总骂沈家什么落多，你想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没有什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姑娘，再说一位吧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我说是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玉环样。银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，不至于闹得这么样。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，可是你倒与沈家生分了。林妹妹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啊，想不到却来闺阁之中也会犯上这种风气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！三两黄金用一等，身兼自己最难拒，背替人生此心望，但愿此心到白头。二爷，二爷，谁？二爷，二爷，上次你叫我弄的书，我请你拿到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西厢记，二爷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二爷，该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上你一吊钱。谁没有见过一吊钱？哎，二爷，把这只想要吊的上进我吧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二爷，把这只荷包也上进我吧。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许拿。拿来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却不许我的。今天我背离了，便要
要托他一个伤宽。到底是在今于世，难得心相亲娘子心长生情深能是云家，不因真情更比张生子，盼保佑谁不有计全在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谁要算功折归了呢？你去想我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那些狂公民文玩吃力不顾文章。你为的这些你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好妹妹，今你看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。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喜相亲，亲爹，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，你看。妹妹，我是个多才多兵才能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妈。你该死的富十八套，弄出这银子眼，却来调笑，文章的娃儿欺负谁？我可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。好妹妹，我不离开，我承受谁陪你？好妹妹，你千万赏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去负你。好，明朝让我带来这此子嘞，让那头女把我腾去掉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太子妃，那隐隐当街人呀黄昏哎，那红娘三层上步老夫人，
为民，无千兵言做肉馒头。我以为你当是对，原来是个人养辣枪。好，你是啥？你这个你，好，我也要告出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，好吗？好妹妹，我上几天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越在做正心，你做一个香袋送给我，好不好？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越为年越为细，又有什么金的、鸟的？你越来了，你是个明白人，难道连前不够数，后不见些都不知道？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切！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为的也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，不成？一曲西厢芳自心，乘风满胸怀，不觉情黄昏。
奇怪，保重。我们府上有一唱戏的戏子，名叫齐官，乃是我王爷喜爱的。如今三府上不前回去，四次性早复查，京城内终身传说，其关于琳琅宝玉，相交甚厚，竟是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想问老先生专职琳琅，请将其官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奉恳之意，那二来嘛，杨爷下官，哈哈，求命之苦啊！哦，是，请大圣稍待，请大圣稍待。雷神，唤宝牛来。老爷，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因为废皮受教训，在外面无法不见遇着了。那机关是王爷家界陈风声，你尽管应对他，这不他。什么机关？我实在不想死呀！法子难把你胡闹，公子你无辜蒙得牢。可是我错，你的记得呀？我错，哈哈！夜雨征兵十举才，他真的还进还进你要。他在机关最美的戏，到牛不放从谁高？那机关他一举抬上阳国府，他一举抬下梅花香。再不愿出身有灵，离王府避居东郊。眉间见着来毛塞，他愿做个野落雨桥啊！听你说来，他停在哪里了？是，好，我去找他，找着了便放，什么雨？再来请教告辞。宋大圣，请大圣慢走，请大圣慢走。孩子，雄远进。
无家父，死里尊严之身，富贵功名之家，竟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孽子！给当年给报仇，当时宝玉是想，倘若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岂必死他了？养了这个孽子，我亦不孝，曾经是击过了他，已经很晚。老爷，你也该看在夫妻份上，我年已半百，只一个，你走。宝玉，我们娘儿俩不是一起死了吧？宝玉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。今天我非拉死他不可，拿绳子来呀！你一定要把他拉死。好，你还是先把我拉死了，先把我拉死了。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，再当死他。宝玉，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只叫儿子进去死了，何必惊动老太太伺机走来？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我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叫我和谁失去？儿子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中。老太太说此话，做儿子的是何担当得起呀？呸！我只讲一句话，你就紧随不弃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受得起了吗？老子宝玉，因为天怪
不是很好吗？你是委屈了，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鸳鸯姐姐，你来有事吗？我是先来看看，是个宝二爷随行了，为得二年的陪着老太太来看看宝二爷。我为得再来看你，你一定要来的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请问，请问，做什么？去领姑娘上去，去吧。最好了，宝姑娘，你先坐一位，我给你倒杯茶来。哎，不用了。多谢你千金，我全都好了。你来的好多时候了吧？我刚走一会儿，方才还听你在梦中骂声你，是真的吗？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。算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。哎呦，宝兄弟。两牙苦口离与别，忠言面离与义，咋能听人一句话，也不知今生兄弟，我一来是访访你的，那孩听说你近来又做了几首新诗，我是得来鉴赏一番的呀。我的诗人名做得这么好，也不尽你我林妹妹的，真好，请你评论一下。宝姑娘，请到书房去吧。宝姐姐，请吧，请。宝姐姐，你看，宝兄弟，喏，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，于是夫士来了去守着，叫人家薄叶三根，不得好谁？
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生。进来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帮兄弟请为父。生旦银子月安星星，月送晚枯雨，悲人托思亲，托思亲。儿啊，你想起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弄了来吃啊！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哦，哎呀，姨太太没有什么好的给你吃呀。老太太需要客气，只是叫王丫头已经忙完了。别不嘛，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言生肉爽，要是不言生肉爽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你听听他这种巧嘴，我来了
这几年内心的关系嘞，身边还少子真养巧，总想不过老太太啊！哎呀呀，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瞧什么人？喏，想当年，我像凤丫头这般年纪，那倒是比他还强呢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千真万确。从我们家4个女儿子算起，要是好，要是巧啊，喏，都不是包丫头哦。老太太说偏了，是这样的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在背后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、太太都准备好了，老祖宗请啊！哎呀，姨太太请啊！老太太请啊！老祖宗最好，老太太最好。万不尽，万言成色，红梅花，色断万醉姐妹红花。谁知园中淋雨人。
七条金莲随之音，我只为细心心面同名，不叫你沿路无你遭受流离，其实说起道理问，始终相门张落英。花落花飞，飞满天，红消香断雨水连，一年三到60天，风到霜间年相比。
上是谁？原来是个狠心的。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快点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去撩开手吧。你说吧，说两句你听不听？唉，基于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报牛是终日小半空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凭你挑，还怕那呀万佛是把罪当，我情是张张切切来照亮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如此我心想。我和你同坐千万同长谁，像一幕所生的情同胞。实在望清清年年承包地中间对，到了情义比谁好？谁知道妹妹生他你心一堂，是今是你瞎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夕不理我，是抱虐身为老婆带烦恼，我已从你当年是马英好，为什么怨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才说也是生意好，为什么背身托是你常备好？你叫我发明不怕故里梦啊！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文，冤难告。怎么了？你在哭啦？我真哭嘞！看，子里还关着你。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实话忘了情，不觉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啦。你既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来，
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？啊，此话从哪里说去呀？啊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这样带来呢，叫我立刻死哦！在你的发誓的那一天啊！不，长梅花天生慧，来访你秉着空担心，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气灵，上了你永远的闭门羹。偏向我们母亲俩对院门，遍体生我梨花尽。那一日你蒙着多不离人，今日又比自找彼此八字命。哎呀，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啊。那天只有宝珍珍来说过一回。听是丫头们观察了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谁好？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什么八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还说这些话？你到底是劝我呢，还是责我啊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快，劲都跑起来了，还觉得一脸怀疑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啊，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啊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水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是天天不着，那又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。你要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不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是能宽我一心，必是为好你。妹妹慢着，你再让我讲一句话再走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他把你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也不管告诉谁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三里路里都忘不了你呀，好妹妹。阿姨，这句是你？阿姨，你在和谁说话？这句话我正好有话要问你呢。什么话？前天夜里妹妹咳嗽好些了吗？咳嗽倒是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真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念起法来了？这叫做凭据乱投医呀！看到了谁是有人生，是真是假，我
为什么心？我只觉今生都要死一死，放一把火炼他一炼，看他是黄铜万事尽。哎，再过几年呐，林姑娘也该委屈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要委屈？你林妹妹呀，要为赎罪死鸡家里去了。你呀，你说什么？我嘞！你红在把家不如意，妹妹是受罪冤气遭无期，她离不开就像观众牵观众，真委屈多数成来去家门。你太想换咱了，你以为家父做大成定王，难道是别人的祖宗在负靠帮？你可知水流千里要归他海，燕子终于他去瓦凉，性命的不能在家父此一事，听生死。林家名称来接姑娘啊，阿爷，阿爷，哎呀，宝爷，哎呀，宝爷跑了，快人呐！怎么了？阿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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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阿爷不好啊，阿爷不好啊！宝玉，阿爷，阿爷，阿爷，宝玉，宝玉兄弟，子娟，子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你要在你母也带了去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哦，这时候他开了一句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为赎罪死鸡家里去了。二爷他噻，我累死二这样。爷，老太太林家妈妈要来捆包二爷。你叫林妈妈客到去送一位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去，林妹妹来了，快倒出去，倒出去，倒出去！老太太，宝玉啊，快倒出去！林家的人，死了林妹妹，林子谁多许他心？对呀，李月不怎样心灵的进来，不怎提到林子，听见了吗？我怎样心里你去宝玉啊，到林子，听见了吗？宝玉啊，宝玉啊！哎呀，不对，不对，林妹妹你呀，哎呀，穿在那边的。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就林妹妹她从今也去不成。这就我们告诉林妹妹去。你们快去看看御史水禀吧。是。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你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早日让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将来唱出什么祸来。嘿，
我也曾想到这一层，可是娶谁为好呢？老太太，我看包丫头倒是生得品格端方，德容兼备。这是包娘想的是林姑娘。哎呀，这倒叫人难了啊！难道不难？我倒有一个主意，你这还讲嘞？这件事真有一个调包计，调包计，老祖宗一条配了万字调包计，谁顾一抬头将小气倒是红盖在帐子心内内，先生谁用字就那小丫鬟，非包娘真是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长且换一番。本高马居然成一餐，生意自称说米饭，保管他小金针翻不了脸，鸳鸯枕上喜不来。好。机关算尽，王的聪明，谁知晓不将不推多财神心地成灰，命根深。姑娘，起来吃一饱。姑娘，你就吃一点吧。啊，子君，你好什么？我哪里虽为是你？姑娘，一姑娘，心事谁做长？是谁？这模样叫我自卷真不成？断崖见你推开谁？水面未曾10年后，镜子里真
见你容颜颜色，枕头边只叫你来舌头。姑娘啊，想念中能有多少泪呀？怎经得东流到城，下流到去？多保养在莫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谁，保养你牛精神花模样，当开你眉上舒服中
日子好了再宽吧。小巷
去保姑娘了。却在今夜成亲，新房都是另外随身的。上帝吩咐了，万不叫我们知道。这些人真的这样狠毒冷淡？宝玉，我看他们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林姑娘怎么样了？紫娟姑娘，方才老太太与二奶奶商量过，哪里要你私活你？要我私还？贼妈妈，你先请吧，等神死了，我们师算是要出来听儿私还的。这是林姑娘她还有一口气呢。紫娟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到完似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对你？贼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对上。把夜去亲暖不了水，又何必生为断气把命财？那便是一片稀奇神之你，聪明能干一大堆，偏要我自卷于何用？这锦上添花，我与不啊为你，我自卷进这里，这院听着病榻旁边断肠文，绝不碰那东方面上的官杯，但等姑娘断了情，再把我分身谁管我也不罪美。紫娟姑娘，怎么一个都不去？上对是不招生的。紫娟姐姐，紫娟姐姐，新年，新这次房与你并肩共。
笑，才知道风雨无情草木凋。从今儿你失去我，孤夜相随。在此没有亲生，我的神主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我怎能接来忘记
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今天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女啊，来哦，宝女，你要稳重点。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经，是地间诚心满意的事。老祖宗都是为你好的孩儿，愿你俩相定自己到归配。我怎么谁都叫起他了？我会对他不完对吗？如今他爱忙来不及，怎为生他去代替？十分希冀去生病，我里头做别做娘子身。宝女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啊，都是为你好啊。他哎，李妹妹，谁说这红别人啊？咋知你也是不用也是泪，恰找我知你心底成花花。
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外面守着你。先生，你快告诉我，房子中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韩奶奶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么林姑娘你，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本来就是宝姑娘，娶的是宝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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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啊？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放在明明同林奶奶走进去，是你你啥事都不要。我咋也能设想见那死了一颗张红文宝女老祖宗，天下百万无杀去。我只求与妹妹共死生。老祖宗，你要我吧！老祖宗，你要我吧！老祖宗，你保佑啊！今天是你他心之神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！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帮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女，我
我找林妹妹去。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王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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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一幕调戏推死万两，只赢得帅红松，兵长红。
那时两小无猜红尘恩义，到后来我和妹妹都长大，空头西厢采花人，当若是泼妇讨薪真情太那妹妹是心里早有你看不易，到如今夫人同到西厢讨那，可怜我伤心不该离婚人，曾记得一行缘藏了悲美啊，讲你是十不爱心你不眠，妹妹啊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依，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而去，想不到灵媒被别人当贼啊！恰原来你配别是我配偏，谁指望他对能将谁知晓今生你黄土笼中头是怕那尘世上风刀河霜天，到时间他孤身
算比你上九宝二爷，天也亮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是个什么你？妹妹临死时，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病从父生命，上天只与我知心比。他这里是人恶鬼火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春暖一天西。只听他哼声不保牛儿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二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李妹妹，你不能怪我，这都是父母这事，你非我非是。姑娘
不要把我找你来，我去看。